感情总是行同齐。怎样爱才会讲白？怎样分才会详细？你对阮的心，阮对你的情，予世界充满美丽。感谢恁送我的花，感谢恁所讲的话，无论情我深爱我亲，总是相爱一个。莫想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。莫问遐尼多，爱你无代价。咱行过这段路，亲像试破月。孤单放风吹，悲伤放雨飞。无论心外酸苦外酸，感谢有恁两个。莫想遐尼多，无你怎样过？莫问遐尼多，予你的一切。不愿受悔，甘愿受罪。若讲痴情，阮是世间的最后一个。伤心啦，这件代志吼，咱才慢慢来解决啦吼。不过即摆有一件代志吼，足重要的，因为加工啊无要斗3工，所以讲我想要请你。哎呦，是啥物代志啦？是安尼啦，那你是要安那啦？即摆咱若无找两个来嫁做水王甲水无外口的查某，安尼咱之前做都拢白做的啊。有啊。你哪里看我啦？哈？你敢是要叫我？哪有要紧啦？水王甲水某的两个我也毋捌你啊啦。后一段互你来甲拨落去吼，绝对妥当的啦。无啊，毋过你嘛是要减一个啊。水花啊！对吼，那你吼，我即摆来就你讲一个。就是这啦，就是这间哦。你较等下吼，嫁做迄水无外口的查某，你会应该成的呢。哎呦，安娜安娜，这也袂过你甲我吩咐哦。那我较早差一点嘛吼，就着奥斯卡金像奖。好啊啦，好啊啦，只是吼，顶一届吼，伫咧太子爷庙的时阵吼，因太太敢若有甲我影着呢。啊，哎呀，无要紧啦，伊也无注意哦，应该认得出来啦。安尼啊，咱即摆见面吧。一定是水王甲水某因转来。你即摆这个八倍啊！无啊，当你两个是臭耳哦，无听阮两个咧问话是？你要找水王甲水某啊？啊，恁两个以为是啥啊？我是美华啦。美华，啊那我叫做秋雪啦，秋雪。迄个查某？讲话就较客气的哈。什么这个查某，迄个查某啊？水王啊，水某。人伫倒位啊？哎呦，是安尼啦，大阮水王啊吼，已经2天拢无去我遐啦。啊，我是咧烦恼讲吼，毋知出啥物意外无，所以讲吼，我都。你讲啥？阮
水王甲你，啊，当这有啥物好奇怪啊？我甲水某仔做伙吼，嘛3、4冬啊啦，啊，毋是讲这几工囡仔着肠仔炎吼，吵要找老爸吼，我嘛袂走来甲遮啦。你讲啥？你甲水某仔已经有一个囡仔，拢已3岁啊！原来伊真是咧靠查某，是我用心的。喂，你是咧哭啥啦？哎呦，是讲厝里若要死人，是咧哭啥？哎呦，对啦，刚讲吼是我的心肝水某死去啊！是毋是你心肝水某？无毋对啊，那你是啥物人啊？我是啥物人？我甲你讲哦，我就是水王的太太，要若伊吼，就是水王的某啦。哎呦，原来哦，这两个查某哦，就是人讲的迄两只五眼不好的好爸母。你看好我的小爸母。讲毋哪安尼呢？讲你搁淡薄神经。好，你干嘛讲屁事呢？你这两个地计是互你食，你要找查某去找别人嘛，找到阮两个会红晒。今摆搁来到阮兜要讨人，你两个是都够超过呢。看你做嘛，啊，假死你这个小查某哈，你毋知我是刘多三大呀？今仔日吼，你若要甲伊拍拍袂叫母。刘道三大，看啥物？我无甲你骗啊！伊若转来吼，就会来找阮哈。甲因讲吼，咱讲结婚的代志。啊？你要结婚？阮水王要娶你哦！啊，查某囡仔就拢有啊，对无？啊，伊嘛甲我讲吼，伊要转来甲恁办离婚啊。对啊，到时阵大也无去嫌吼，是会当带斗阵的啦。规定吼，我嘛爱请苏永林啦，省一笔钱吼，可以请什么菲律宾女优。啊？咱来等。喂，恁两个哪只毋捌礼数啊？啊，等人客要走也袂晓送一个。就是讲嘛。顺便，再见吼。慢慢地行，谢谢。有空再来。再见。哎呦，要惊死啊！咦，阿妹啊，哦，你表演了真好呢，你真是会晓溜倒啊？我哪会晓啦？我拄也是一紧张哦，也就凊彩来甲拍拍。我哪知真正甲拍倒的？管安那啦，总是哦，甲这两个人好好教训的啊。来等哦。是我良心的水王，我心肝的水王啊！我要甲伊离婚啊！对，等伊倒来，甲伊离婚啊！
啊，到底拢已经有伊个囡仔了呢？咱若离婚哦，咱的囡仔出世就无老爸啊啦。咱囡仔无老爸，啊若真正离婚，伊两个婚两个查某咧等伊，啊咱两个咧，咱两个就了罪啊啦。所以，咱两个绝对袂用离婚。也若无吼，就会达成因两个查某的愿望。对啊。若真正离婚，啊，毋是表示讲咱就是失败者。啊，毋过咱是要安怎啦？我嘛毋知，咱一定要想办法来对付伊才行的啊！还是要想啥物办法啦？唉，母啊若伫吼，即摆就好。对啊，顶一摆水无啊，去互朋友拖去酒家啉烧酒找查某，嘿，倒来了哦，抓叫我甲教死呢。较早，因兄弟两个做毋对代志，母啊拢嘛徛伫咱一边，拢为咱呢。对啊，若是骂地哦，这件代志就当解决啦。咱就来找母啊，叫伊替咱两个哦主持公道。对。要是讲哦，咱较早对伊遮尔不好啊，害伊险啊去行底路，啊无好佳哉讲是咧你阿弟甲救，啊我看伊即马一定足怨恨咱的，我看是袂原谅咱啊。当代志都已经行到遮，嘛只好面皮隔较厚咧，去找母啊，甲咱斗相共。我相信无偌久吼，恁做迄两个不好的媳妇吼，就会来求恁母啊。安尼好，无安尼啦，恁开讲吼，我有代志要赶去台北。好，无用做你啊，好，坐啦坐啦。多谢多谢多谢。我皮食咧。水蜜桃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愁。莫想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。莫问遐尼多，爱你无。我皮食咧。过去感情，就是要找我报仇啦！哎，一定是我看唔对去啦！莫想莫想。顶下阿玉啊！水某啊！水某，你阿顶下阿玉两个好朋友来啦！这是唔是要来干拼命？这位到底摕假死？哎，我传无啦。唔是啦，我看吼，伊一定是来救恁母的。我跟你讲，恁两个紧对后门啊选出去，等下按照计划对头前门入来。对后壁选就对头前入。最后后面，恁两个吼嘛秘去，莫互伊看到。你先入去啦。你大新妇呢？你醒啦？哎呦，当叫你先，你就先，你是咧惊啥啦？哦，你家己唔敢去，逐摆拢叫我做进前。哦，是恁哦，水龙嫂啊，水木嫂啊，啊，什么代志啊？
啊，阮都阮着，你别再讲啦。这啦，免啦，免客气，免客气。无什代志，紧讲啊。你讲，后摆你唔通搁讲我甲你骗，我甲你讲。两位啊，啊你有代志就紧讲哦，无我是要出门哦，啊恁吼无闲做恁哦。我啦，我有代志找阮妈妈。对啊，唔对，可能是我听唔对去哦。啊恁两个后的代志要找恁母啊？阮，哎呦，啊恁两个心肝内阁有恁母啊？唉，真不幸啦，恁母啊吼，叫恁这两个不好的媳妇逼甲跳河自杀啦啦。啊？啊恁转去啦。我唔相信啊！你甲我骗的哈？阿丁，阿玉，阿母，妈，怎啊？来遐坐再来讲。是安怎呢？阿母，过去拢是阮唔对，阮不好，请你原谅阮。对啦，我如果少年唔捌代志，常常甲你误解，我就该死的啦。不要紧啦，阿母也无见怪你啦，代志过去就好啊。恁甲我讲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讲啊！阿母，最后电话到气查某啊！对了，水某哦，敢若电话到生一个囝呢？恁头的，这情生呀，也敢无到这款的地步？有影真苦，在外口饲查某、生囝，好，我绝对无了解伊。啊，即马水王人呢？哈？因两个已经两三天拢无转来厝的啊！两三天无转去。我看阿爸伊拢袂转来。哎呦，懵懂哦！啊，不要紧，来，阿丁阿玉，家无转来去，转来找伊两个精神算账。好，哎。阿丁啊，阿丁啊，我跟你讲，阿母，阿丁啊，你也来哦，阿舅啊，你也来哦。对，母啊，正拄好吼，我甲一寡卖水果一寡生意人吼，要讲一寡促销的代志，无我先来走。对，水母，你毋是我有代志。对，我第一请我有代志，咱先来走。等下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愁。莫想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。莫问遐尼多，爱你无。阿丁啊，我跟你讲，阿母，阿丁啊，你也来哦，阿舅啊，你也来哦。对，母啊，正拄好吼，我甲一寡卖水果一寡生意人吼，要讲一寡促销的代志，无我先来走。对，水母，你毋是我有代志。对，我第一请我有代志，咱先来走。等下。啥物人敢甲我行事，我就将伊皮拔落来。阿丁阿玉，冰箱一边啊咧。我问你咧。母啊，免问吼。等下厝这来温暖咱问啦吼，做生意较紧啦，这司机真歹吼。等下啦，你毋知借口想要走呢？我问你，阿丁甲玉伫甲我讲哦，你两个点解有够饲查无？是有影无影？哪有啊？看到鬼啊，迄个代志。都对咩？一定因两个乌白讲。我老白讲，哦，迄查某找伊厝内底来安尼，你叫什么手势？佮讲哦，等你外口生一个囝。那你生一个囝，哎呦，我若唔知这个代志。一定是找唔到的。对了，找唔到啦。找唔到，我即马借问题，咱兜有几个水王啊？几个水王啊？叫啊！你两个要打第七哦，老实甲我讲，遐若无呢，我绝对无放你煞。应该有，但大概无迄个。对，水无讲安尼无唔对啦，一定是哦，这两个查某吼，在武路湾黑白讲话唔对。啥物无人？啥物袂讲话啊？无你讲啊，是啥物人快？看到迄两个查某，你讲。我快！我昨天就看恁两个有无，带恁两个伫遐山后的湖边咧约会啊！我无讲，阿弟啊，无讲你个讲。阿弟啊，迄
你两个查某是做啥物款？你老实甲我讲。迄两个哦，水水伫迄度啊！迄阵间迄人敢要看伊，迄对啊，妖怪诶！迄毋是母乳，就是酒家乳，那无就是好你正。哎，好啊好啊，恁两个要做无包，阮人大骹床啊。咱两个姑娘哦，本来人生都水，体格赞，翁仔头个面温柔，搁体贴，还还搁有啦，有教养，有修养。啊，好未？啊，母啊，我无讲，我无讲。我问你咧，阿玉甲阿丁拢是对你无好啊？阿母啊，我问你，因两个是对你好，你咧替因讲话？都对妹，咱因两个五言不合，美华甲秋酸吼，比因两个好100倍啦。哎，对了对了，这两个吼，离离的啊，啊，带两个吼，赞。爱你爱甲阮的心加几球，等你等甲毋敢记太阳球，别人敢有可能亲像像我温柔可爱的模样，像我情深意重牵你的手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愁。雄雄干杯，从此不再想。苦苦饮落一杯酒，不愿搁再对你叫风流，从今放阮的爱真自由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愁。